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感谢光临咱这烦恼的世界，感谢全球所有华人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较好看节目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，来讲大家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，我本人。感谢，现场要有一个台语文的专家，一定要讲台语的水，一定要非常的了解，就是咱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三人同齐点神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讲的重点，三人同齐点神通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但是即摆团体拢怪怪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户名拢怪怪。哦，卡诶，用安尼形容，唔係我都形容啦，含羞帶俏，宮中帶柔。哎呦，雖然見笑就好笑，雖然是看錯樣，但是都真溫柔。老師，我咧可以。是這個意思無？因這個團體哦，我伫網絡捌看過，因個硬紅的技術哦，迄真係夭壽厲害。所以變做因有智慧，毋過你看身體都採用，毋過你看伊個硬係足幼弱呢，所以變宮中帶柔。碰過你真係有甲點着，厲害。哦，厲害啊！所以使來擺檔下算命咯。因為特色伫遐，硬這吼講起來，我自細漢硬到即馬吼，硬無一隻你安知？你自細，你莫來這套哦，細就有這吼。哦，這硬攏無。阮囝細漢伊帶，大概攏哭轉來安尼。你好，好個你好，這團隊這邊來介紹，這個足麻煩的。我看安尼一個家己來，你的隊名叫做含羞草。含羞草台語應該叫做見笑草。那聽起來你咁，碰過小草啦，我哪跟你教啦？啦，不，老師你先解釋一下，這含羞草。因為這含羞草咱甲吸一個，伊就揪起來，足夠見笑安尼啦。所以咱祖先攏甲叫做見笑草安尼。無惡意嘿。我來之前我也唔知影家己名啦叫，我唔知影家己名，台語真歹叫啦。現在見笑草，你這嘛是種特色嘛，吼。對。即平常時是以葉這娃娃叫做硬紅啊，因為講葉吼，葉鋪上講這手甲葉的，這叫葉。不過伊這應該是硬，葉甲硬應該是有分啦。硬紅啊為主，啊，佫有咧表演那就對，意思是安尼。嘛是啦。啊，有咧做老模。是無啦，誰看他喜歡你咁啊？好啦，冇做啦，咱看你做，即馬查存咖喱爾啦。你看你做老模啊？大家初見面啦，吼。啊，迄個做，阮兩個咧查某囡仔吼，面色小可怪怪吼。你是看到安那會驚還是安那？無啊，袂驚，定伫網絡頂觀看因啊。哦，引導誒，因足紅的呢，你都唔知吼？我唔知啊。哦，足青的，足牛的。等下我再放互你看。好 man 哦！你放我看，我就去你走啊。你是咧想啥？我用厲害咧。無啦，放影片啊。哦，講我清楚啊，放啥？講話講我轉。等下我放互你看吼。你的影片哦，你看啦。聽起來怪怪。來互相介紹啦吼，你介紹邊頭毛迄個較奇怪咧開始，開始。這是阮的，咩話講？咱的正神準。哇！這阮內底葉硬紅啊，上高硬。哦，就是伊。硬紅啊，資歷吼上少有40年。哇！這是基礎的。我加一個空啊。啊，伊今年幾歲？伊創啥歲？伊安那？啊，無互碰過，又看賣今年幾歲？
爱有的，这一定爱有的。是用头毛药，不一定做哦。一万这个有一个送到我的家呢。万这个嘿。我一定看我的发量一定是一个弯折的，一定弯折的啊！阿弥陀佛。差不多，那照面膜来看，才35。哦，爱有准，哎呦，有准哦。嘿，啊是其实讲实在，等你啊，哦，讲实在是较减血啊，无较济血，佫较少，佫较少。爱是去啉着除草剂啊。可能这就可能爱问伊本人啊，虽然讲你讲的嘛无毋对，伊拢住伫山顶，啊有可能无细日去啉着。我也可能山顶人咧看地草这无说是搞厝着嘛。你是伫遐困了。哎，你卖自暴自弃的，卖自暴自弃。无啦，爱伫恁这团内底担任啥物？含小草内底团宝，这个宝，这个宝，吉祥物是这个艺术啦，教来，恁这最团，重要的。恁这团内底宝，对，非伊不可，对，无伊不成团，无毋对。一粒较麻烦。啊，换你介绍。哦，会使。伊就是阮的团长，团长，伊是阮的团长，伊名叫做叫见笑草，对，这叫草爷呢。哎，嘿啦，伊即摆叫草爷，伊足够压起来，这叫牙性格啦，这个牙牙就是性别性牙。地对，给他压看。起来就是较有气氛，制造气氛呢，伊负责帮阮制造气氛的人，伊拢会惊阮就是咧做节目啥的时阵较无迄种气氛，啊有一寡效果，好过瘾。啊伊就帮阮，伊就想一寡效果互阮安尼，所以是恁这团的灵魂人物，对对对，非伊不成团，嘛无毋对，一个名较麻烦。伊较成良缘。会晓换你介绍伊？哦，伊是阮内底算二把手，二把手，第二手的。第二手的。基本上伊的效果啊，还是伊的面啊，一定讲是阮内底安保人员，安保。负责安全的。因为看起来足歹的。有当时伊踩伫门口就一寡歹人毋敢入来。哦，你就知影阮做这道就是网络影片的对无？定定有人会入来乱啊。会吗？啊，就想要找伊翕相啊，伊足红的啊，啊，伊拢站伫外口，伊足生气啊，讲哪有歹找啊翕啊？哎，对吧？啊，伊即马今年31岁，哎，啊嘛有2个囝。了解了解。哎，了解了解。所以这段我是我讲，诶，你讲因足红诶，系啊。因的影片是咧创啥？就是咧硬嘛有介绍南投的好食的物件。南投，嘿，所以恁这团是伫咧南投。哎，阮拢南投人。因为我嘛是南投的。哦，我看你较水啦，那安尼啦。你目睭无够多啊！伊的镜片袂记你装。诶，这无你来这推。南投，所以平常时伊都表演较济。阮拢是伫南投咧拍片啊，啊，基本上咱是拍硬仔的啊，啊无就是一寡整人影片啊，哎呀，啊无就一寡食的啊，讲创治的安尼，哎，即少年人已经变干了，我毋知。啊无多啊，安尼嘛会趁钱。真歹趁，真歹趁，甲碰过你比起来，咱较歹趁一寡。你无我欠的济啊！你是无咧靠报纸啊？我看到，唔敢讲。听讲恁也做球队啊？哎，哦，哎呦，安尼见笑草碰过兴趣。棒球队，哎呦，哎，见笑草棒球队。哎，对对对。哦吼，队员咱有闲会使2队 PK 者。甲阮哦，嘿，你想像实力较好？我是感觉恁全部都会去讲全垒打。哎呦，一个投手啦吼，哎，一生追求的目标叫做完全比赛，哎对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完全比赛呢？英文叫做 perfect game， perfect game，呀，无半个人上垒，对不对？你敢知我本人有几场？一场拢无。 2场， 2场。我2场完全比赛记录。哎呦，对无人了。对哦迄，队是啥？迄队是无骹无手的吼，讲的无的。喂，碰个顶人加迄个扫棒趴，哦，这个扫，扫把你拍袂赢，你戆戆的，迄囡仔有是真经的啦。
有一种叫做恁阿未到自己叫做长青族的，长55岁以上的，专亚洲正手的速度上紧的，徛伫即摆才咧讲话。啊，注意，所以你要甲阮调整一下。时间来用用的。要者吼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恁为南投来台北，无问题，车钱家己揽，吼，车大家己负责。无问题 ，OK。好，为着要甲恁三星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伊本身嘛是一个投手。所以伊即摆你要讲话，伊即摆就是咩？伊的话中带话，就是讲伊的臭屁都已经出来。意思是即摆是流行的华语叫做二刀流、二刀流。哎，对。所以你会牵嘛会拍。算是啦，哎，有一但我研究尔啦。啊，无讲介牛啦，但是应该是我都甲人相信尔啦。即今日来讲球好啊，真的。我算网络界吼，投这条蝴蝶球嘛是投了最水的。你有一条球爱练啦，叫做王建民迄个上帝声卡球，性格，迄条我给你教。安尼嘛，安尼。食指，还是安尼。出到气咧，你就安尼落。安尼出手。手爱软对无？唔是，这手，食指出到这个，爱出来，你觉得大正停啊？停啊！好，人工才切入去。即摆呢，要先考验咱大家对台语的程度，但这台语的程度对南投来一定无问题。就是讲，台湾有真侪地名，地名有植物有食物的。好，老师考来，含有植物的地名。我讲草屯，草屯草嘛，草屯，含有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草野，你到隔壁。无，阮兜住草野。哎呦，伊迄高雄草野的高雄遐嘛，对，野门的野门的野，野门的野，草野，侯西雷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花莲。花莲。本节目吼对花莲吼真敏感。这敏感诶，因为这个囡仔吼不是咧讲花莲花，花甲花，就是本因的读音也无共。花莲。无啦，花莲啦。啊，比如说讲哦，迄玫瑰花嘛，对哈，花甲花，所以这个互你过花莲。花莲。我说含有植物的地名。我讲第三，水，南投的第三。我说含有植物的地名。我讲清北坑。上北坑。清北坑，南投的。哎呦，来，我说含有植物的地名。我讲苗栗。树苗，你看苗嘛草里头啊。哎呦，你嘛有没有试试啊？栗子。苗。好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森林。森林，水来。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交情，鸟松，哎呦，这问题啊，你俩讲交情哦。对。不过阮拢是交情诶。我是听到。恁在地人讲交情，尊重，尊重啊。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。我讲青寮。这个问题哦，青寮，你是草字边、草字头，伊草字的青寮，吴米勒迄个电影迄个拍迄个所在。青寮伫台南呢？对啊，青寮。老师，这个青字嘛是食物吗？食物唔是吧？青仔粽啊。对啊，青仔粽，你讲青仔粽嘛是算食物啊？是哦。今天你表演袂歹哦。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麦寮。哎呦，麦寮。好西装哦。不会。我说植物的地名。我讲树拿。台北的树拿。拿。安尼就是对的。我说植物的地名。我讲大拿。家己迄个大拿，莫个拿哦嘿，拿两个哦。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我讲新竹。啊，新竹。啊，袂人讲嘛。有啊，德山就讲过。德山啊。德山啊，新竹啊。无共所在啦。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啊。
我讲泸州，甘蔗泸州，芦苇是太厉害泸州，你是咪考就是安那？你想无来哦？不是，我咧思考，我到底去过倒位？去过倒位？去过足侪所在拢袂记啊。一般拢安尼啦。敬雄给你啊，可以聊，那行了。哎，我说植物的地名啊，我讲草鹅，草鹅，草湖，草鹅啦，草鹅，草鹅，草鹅。所以你讲我问题最多，我讲嘿，草鹅我边。草鹅，对，草鹅，草鹅。我说植物的地名，我讲花坛，花坛吧，花坛，红丸潭肚边的花坛吧。花坛。对啊，花莲花坛，哎，拢做甲花莲肯做。哎，就跟他花呢。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，我讲宜林，林拿。李林，我说植物的地名，我讲竹南，竹南。哎呀，袂歹，虽然讲地有讲话，但这竹南省大家向往想无的。我说植物的地名啊，我讲南苏，南苏，南语，兰花嘛，兰对咩？哦，有无？嘿，嘿嘿，我会晓啊。嘿嘿，哎，我说植物的地名啊，大吊顶，不是，大吊顶，丢吧，丢，吊顶，哦丢哦，不是大丢啊，丢啊，大吊顶啊，大吊顶，大吊顶，迄个码头有个地咧，有时你看这大稻城大吊顶。大吊顶。来，我说植物的地名，我讲杨梅，杨梅，哦，杨梅，好。为北甲南甲想较济足济吧？你拄仔讲迄个野柳，柳树，有无？有野柳，足济啊！对啊，想想无啦。迄个琼林，台语怎讲？强拿，啊！你讲拿卖讲啊？有啊，竹家啦，加冬啦，猪肝，对啦，猪啊，伊木里边啊，对呢，猪肝，目沙啦，有无？磨刀，磨刀气动有无？那无咧课就拢收着啊。系啊，看人有咧课台拢乱呢，野柳啦，还有这水那高树，有高树啊，大树，足济哦。老师请教吼，现在较早地名拢会用啲食物咧做地名较济。伊拢是台湾以早好种植啦，所以做地种叫刺东卡。啊，像咱那个猫空其实应该是麻空。因为种这树仔内底一寡麻动物嘛比伫遐，所以像讲刺东啦，像讲拿豆啦，其实拢做侪拢，因为咱要甚至是种迄来保护咱。因为人也要甲恁占土地，是要来甲恁拍过来，啊，就有上好遐有围起来嘛，就像古早的河声河安尼共款。哦，天然的啦，吼。对。所以伊迄个麻是迄个是穿山甲是啥物？麻，泥麻换太子。泥麻是。因为伊在迄个所在，麻坑足济麻。嘉庆阮游段来真济，即摆咱要请老师吼，老师博学多闻。唔敢啦，唔敢啦。敢。麻烦老师，你出一个古地名，你讲古地名，我咱的学员要看是即摆什么所在。因为你头讲到嘉庆郡有台湾内底有一个牛码头。好，来牛码头是倒位？牛码头。5秒，无中部。武林。秒。南投、苗栗。知影用牙手的，用牙手的。罗岗唔对。南投唔对。牛码头。罗岗是唔对。知着。我袂讲。无人知影。唔知啊。碰个知影。清水。对。是安怎？哈，是安怎？为什么地？是安怎？你问我，我要问啥？是安怎叫牛码头？伊这有时候做者古地名是甲原住民因本来因咧写有关系。所以像讲咱讲大都，大都迄时啊，伊迄大都民，大都王国是咱台湾第一个民主国家呢，大都。所以大都写，所以伊大都是为原来原住民咧写嘛，叫大都写安尼来。这后回来讨论啦，因为真好真深切，比如讲对分成功大道，对分嘛，我甲你纠纷，结婚三步成功了变大道。伊个连伊跟他故事安尼用起来，敢若袂歹。
吼，另外过来啦，好不？另外过来上节目。啊，另外过来，会使不？因今仔说啊。好，无问题。无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啦。恁三个是领1分钱，还是领3分？领是来遮吗？系啊，无来1分钱。领1分钱，安尼后回过来啦吼。恁抓快才播较大。来，搁刷来起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很主席，咱今麦来欢迎台湾奥林匹克主席上台下顶来甲咱讲几句话，掌声欢迎！较接片较大大。是啦，欢迎现场咱差不多50多万人来参加咱这个盛会吼。今天呢，为着让咱台湾这个国家会当行出世界，在着台湾呢，在这个上世界上发光发热，咱需要选出上强的一队。成为咱台湾代表队来参加这个全能参加这个全能奥林匹克大赛。听这个名，你就会当了解讲，全能就是能文能武，啊，就会当品文品武，文武相传的意思。答对。经过台湾1000多队了，最后选出2队，这2队要来争夺，到底什么人对队长代表台湾出去吃拼？即马就欢迎2队要来出场。第一队是由这个曹雅所率领的建校操队。所以去接下来咱们安排是第2队出场的是欢迎骄队。来，骄傲来摕冠军，拼金牌。哎，这边计时开始啊！哦，有三台柱哦。哦，这是观音老环。欢迎。这队虽然看起来充满了这个本土的气质，但是体格敢若看起来有个悍不小看。当然，2队伫要车票进前，爱互相小呛声。来，建校操队声呛声。敢有看到阮的身材哦？这2 Q， 这2 Q。你吼，虽然汉操真好啦，但是吼，我是看你无啦。刚刚恁这个身材吼，甲阮阵啊比起来，这汉草差足济，你阮输的啦。今仔这佚佗物啊，阮这拢专门科的啊，对阮来讲简单啦。是，我这边开始呛声。来骄队呛声。莫看身材这么好，都袂晓业，等下你就知啦。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我想你知无？我想你知无？唔知，你倒位，我等下问我妈。我甲你讲，我咧3金牌，时你搁伫遐劈出来。咱都有讲过能文能武，所以咱就为武开始来比赛。到底是要武什么分呢？到底是要比什么呢？比硬红啊！伫90秒内底，看对一队硬了较济人，
就是胜利的队伍。咱来请这个建校草，请进这位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对，因为做会有恁啦哦，看你有你先啦哦，专门科的物件啦，来，来，欢迎。我1、2、3画了，恁才开始哦嘿。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哇！哇！时间已经过了30秒，还有1分钟。后手还有30秒。对后壁搞出是咧放流。 20秒。走走走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这个建校草队得到的是6分。来，换这个交交队，请准备。现主席交交队已经就剪到的位置。犀利，来，准备好势，请握回来。来，起来，来加油一下，来，来，嘿， 1、2、3，加加加！赶快90秒的时间，我算到3才开始哦。好1、2、3，开始。加油加油！你是不是来夹的？哇塞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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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没办哦。我来要夹，我都没夹。加油加油！上次相当可以啊。你跟什么仔要在家吧？加油！代表队，代表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到底谁？时间已经过了30秒，过1分钟。加油啊！未出，一起看啦，一起看啦，对，一直看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找无卡，你嘛拜托1块尔，你找无卡。你3块减1卡，这么艰苦的代志，你紧找嘛，你紧找嘛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嘿啦，赢啊，每日在拍几枪啊，嘿啦，1卡尔，真在找嘛有啊？加油加油！哎，还过25秒啊！加油！后手还过20秒的时间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时间剩了35秒，哎呀！最后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好，成绩看慢比赛停今了。仔夹了上摆一件，啊！来算成绩。好，来来来，咱来算一下哈。来啦来啦来啦，阿万呐，哦，哦，上无好的一件，两个，上无好一件，看这搞啦，拍就夹了上摆一件，这件真正夹了做摆， 5个，哦，内底真正伤济啊啦，哦，我无夹过这摆的， 7个，做摆的啦，做摆的无夹过这摆过，够哦！哎呦，好好好，免搁退啊！哎，上少已经超过哇11个！红台这个建校队，唔系建校操队是大家嘛吼，这凊彩看来，第一回合胜利队伍是交队。咱这第2阶段要考的就是这个团队的
配合程度。你讲的是这样听有啊？嘿，嘿，你我来讲，哦，你讲。咱第二阶段要来考的就是团队配合的程度。啊，不是，好，我赶快嘛。赶快无讲师傅，哈。是。首先呢，咱要是请一个建校操队来一位哈，来2个人离平，一人这边较正确。一人准备。应该爱赢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来准备啊！讲台语哈。专顶台语。好，OK 啊。来，简单。 1、2、3，开始。 4个字，嘿，第2个字，嘿，这内底有啥？零啊，合情合理，不是，内底，身躯内底，有领头。你无这你就会串起来。你无这你就袂爽开。嘿，第一个字，心，哎，啊是伊的第二个字，吼是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字。哦，第二个字是心。好，来，赶紧的。第一个字是有找一个物件，啊，咱若用手起来，来调一个物件已经讲到了，我第2条跳过。调。赶快4个字，哎，4个字来，这是一个成语，辛苦来。有一个足戆的人吼，要甲迄个物件刷走。哦，鱼公啊，鱼山。哎，讲对了。第3题。为什么要我啦？第3题。完了。袂使啊！你换题目。我跟你讲，4个字，20秒。会使用比的无？你比。咱啉物件用什么底？杯啊。迄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。第2个字。 10秒。会使用扭的，啊，会写出是剑，迄是啥？较早有像摕物件写。杯弓。嘿，啊，第三个字你上惊的。时间到。杯弓溜。过一字。杯弓溜。你徛伫太阳日头下底，你的什么物件走出来？你的裤口有啥？什么？杯弓溜影。对。你时间来安尼算就对了吼。所以恁拢讲因对的题目是2条。2条咧。好来换对了。换对来。赶快哈，赶快90秒。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好来，哎，过嚟。 4个字，第一个。飘。嘿，嘿，请教。嘿，什么？第4个字是叫对，第4个字是叫。啊，凊彩。请。拍迄个。你讲拍。啊靠腰。哦，拍的，好来。嘿。喂。嘿，你用，你用讲多摆，老较用的，比赛咩讲？顶回，你对个讲个明嘛。运动本啦，好啊，你摆。你摆哈。打掉啊！赶快你球场啊！我六神无主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哎呦，我袂记你啊啦！比赛。因5题内底有4题拢对。 5条就4条。对。 5条就2条。对，啊因4条。比赛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结束已经真清楚了。这结果就是讲呢，什么人我都代表台湾啊出国比赛啊，今摆要来隆重来宣布。我准备好啊！今仔咱比赛了，结果最后代表咱台湾出国比赛，正个是去建校操队。你是不能对呀？好厉害！不，你是要算无？好厉害！我赢嘞！无啊，他都算4、5条呢。哎，什么呢？什么恁赢咯？你当作我拄仔去边仔讲电话，安尼我后倒哭声目睭无看到是安怎叫？哟，叫你卖有白错。 You don't look me small。不要小看我。听无咧。这个所在啊，物件落。 来，靠这啊！1、
来是最新的科技，不要急啦，敢是？什么款的物件拢逃袂过伊的耳目。恁方才恁这队用拗步、用偷食步，赢这个比赛来这套。恁这种的行为有2句俗语会使来形容。第一句叫做500扇猪啊，500扇猪啊。第二句叫做5斗翁挂竿，5斗翁挂竿。而且情形啊，2句到底对一句才是正确的呢？来，请一位来听来瞧好，因为是第一句的人，请举手，500扇猪啊，敢若1票尔。佫对了，总对了。所以主任，你来我这边。我一个人是5斗翁挂竿。我支持你。好来，咱2个人。好啊，你两换位，你2边换位。来，我2边。好来，这边拢有500扇猪啊。来，请解说者，手会使放来。为免个又一句，唔知。迄用线的。 500扇，500扇猪啊，唔是扇呐，是线2线。你能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讲安尼吗？刚刚500扇猪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嘞，因为猪啊一只真贵，500扇算济啊啦，对啊，对。来，老师麻烦解说一下。第一句吼，500扇猪啊，迄扇就是为英语的 cent，CNT 来的，所以500扇就1仙钱啦，啊一角10仙，啊1块10角。 所以500扇差不多5块，你5块摕去猪店，讲我要买啥？猪吧，你敢灌一支猪喙呢？因为猪喙500扇猪啊，你讲灌一支喙，就是讲吼无半步啦，加靠你支喙安尼尔。相传哦，伫永康地区吼，迄饲的猪啊较细只，佮足好干。所以人笑讲吼，永康的猪啊，拢是500扇猪啊，灌一支喙，敢会铁袂加安尼。啊，另外是讲5斗红挂竿。 5斗吼，普通咱讲1斗差不多7公斤，啊若5斗差不多35公斤。另外35公斤内底，我若底酒会当底足济，啊要灌爱用锁啊加绑咧，才灌起来。所以5斗红挂竿伫啥？哦，一竿足大竿，变成大竿。大竿就讲这条条对哦，竿巧啦，用拗步啦，所以有够好类安尼啦。所以若碰个头演出内容应该是5斗红挂竿大竿。 所以你2个去华语叫蒙到了，嘛唔知意思，但是我白腰对唔对拢冇要紧啦。什么咧步？了解2句的意思吼。来拍破过来。这首叫做《月光光》，月光光，今日新公园。哎呦，迄个谢金石先生所写的，咱请这个南投的。会使，请。 月光光照尻川，尻川光光照李川，李川光光等要装，装啥货？装粗坑。来，一撮饲鸡，一撮饲鸟，春的雨风飞了了。你佫不了，但是恁的节奏无啥对啦吼。老师来，老师拜托你来。 月光光照尻川，尻川光光照石川，石川光光等要装，啊装啥货？装粗坑，一粒饲鸡，一粒饲鸟，啊春的雨风飞了了。哦，一粒西落了，你3个落咧安尼。一粒饲鸡，一粒饲鸟，春的雨风飞了了。哦，来好，谢谢老师。 安尼了解了吼，虽然简单，咱嘛是真困难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最后，请大家念一遍，来，老师请了，再来1、2、3、4。月光光照尻川，尻川光光照石川，石川光光等要装，装啥货？装粗坑。 一粒饲鸡，一粒饲鸟，春的雨风飞了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请继续收看，为山为水，为玲珑。